即马真侪所在拢伫咧排队买这徛兄这快筛试剂。台南市为着要鼓励老大人去注这武汉肺炎预防针，宣布65岁以上老大人来注疫苗，就会当免费摕到2份的快筛试剂。本地卫生局是无啥人去注，不过即马煞变做爱排队咯。林德卫生所头前，佮出现民众排队等要注射疫苗，若是65岁以上的注射，佮有物件通摕。有3500块的那个，康市政府佮加码，佮赠送恁2个迄种快筛试剂，来注射，佮有免费快筛试剂通领。台南市府宣布这个措施，有人是专工来注射疫苗，因为因无想要去药局排队买什么侪快筛。当然要送，当然是好啊。他们去排个。我来了欢喜咯，免搁去排，来需要免搁去排，欢喜啦。卫生所表示，进前一天差不多10个上济20个人预约来注射，即马因可能爱准备搁较济快筛试剂，毋过嘛是有人是找到活动进前注射，想要来领快筛，煞加走一抓。我4月13号。哇，安尼袂当。袂当哦。因为伊主要是针对讲吼，早上开始注疫苗的啦。今天才开始领取，但是我们会追溯到5月9号。如果年次在46年次，年满65岁的话，如果在外面的诊所或者是在我们卫生所有施打那个新冠肺炎，不管是第1剂、第2剂还是第3剂，只要在3天内都可以来卫生所领取2份市政府提供的免费快筛。真侪人讲，台南市府这部必送卫生纸甲礼券有效，会当吸引老大人赶紧来注射疫苗，保护家己。记者邓亚文、赖维做台南报道。